精神健康社工專科專業升入能力架構，係經過三方，即係社工、學術界、社會服務機構嘅協作下，為精神健康服務社工提供咗專業嘅標準，亦確保服務水平，亦為在職精神健康社工嘅訓練提供咗一個基準。呢個能力架構包含三個層次：一、價值與倫理；二、實踐；三、影響。而建基呢三個層次之下，包含8大範疇以及50個能力項目。8大範疇包括奉行人道主義、追求公義、委身工作、謹遵專業操守、具備知識、展示技巧、衍生社會影響，以及發揮專業影響